这城市咱都太不就是。他们，我跟你说，很多他们安了卡可以3、4个点哦，搞完了以后回酒店吃饭，然后呢等一堆人，一堆人等一堆人。对，跟团肯定是不行。不行。跟团肯定不行，一般就是你看像网上那种特种兵式的这种，他们小年轻人也能去好多地儿去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市里说实话这种很好去。那像石头这种，我觉得他们。
我
买好多呀。